又到出现这过路人的车祸啊，伫咧昨下晡的时阵呢，高雄市三明区的阳明路这带，是有2个查某囡仔要过车路，结果呢，一台乌多摆煞未负打动，转家己摔到，而且佮甲这2个过路人，这3个人是拢落做伙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骑乌多摆的是无让人伤先过，所以上济会罚到3万6，而且吊驾照1档。另外呢，这车祸发生的时阵是有大货车违规停伫咧路口，哪像就是甲人砸着视线，那准是事实，安尼上济是会罚1200块。 2个小女行伫个过路线，头一摆要过大路，头前机车无减速，2个人赶紧退后；第2摆要赶紧过，却出现驶真紧的乌托摆。骑车的人发现2人时，动车已经未付，车出倒了后，弄到2个人，骑车的人甲2个小女拢受伤。哎呦喂啊！其实他还没撞到，他就自己先摔。初三下晡，2个人行伫个三明区阳明路一条巷仔，警方讲骑车的人无啉酒骑车，3个人受到轻伤，抑过骑车的人爱为无让人过防法。 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，因而致人受伤，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4条第4项，处新台币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，并吊扣驾驶执照1年。 当来现场路口过路线确实无号志灯，有点头讲当地电来看到车祸事故，立场捌申请装号志灯，确实路口倒边正边2边拢是大路口，也号志灯，所以再申请，将靠这告示牌来提醒民众，这所在是开造成事故路口爱较细腻的。不需要，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红绿灯了，那里有一个红绿灯的啊，这里再一个红绿灯，这不是更麻烦吗？就如果你要做斑马线，要买就要有那个号志灯啊。突然有车子冒出来，然后。 我可能就会往后退吧。交通部的统计，2024年有366名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，等于每天拢有过路人发生事故。为着洗除台湾是过路人地价的恶名，政府也拍算修法条款罚则，每让人造成轻伤，对罚7200，条款到18000块，上久的吊扣驾照2年，也若造成重伤，也是致死罚则是36000块，上长爱互吊销驾照5年，无用再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